好，来继续来看台中市长卢秀燕开刀治疗骨轮，为15号开始来请假，恢复的状况真好。今仔日提早来销假上班，以坐轮椅来主持市政会议，是当炮来批评中央这个分配款的政策。市长讲，台中的人口数排第2悬，每一年阁向中央来交1600多亿的税，但是本地的分配款是伫6都竟然排名第4，实在真无公平。台中市长卢秀燕坐轮椅顶悬向杀出来，伊这个月15号因为大腿关节的手术，请假1礼拜外，今麦销假上班。伤筋动骨100天嘛，那所以虽然伤口的愈合程度比原来预期的好，那昨天也去拆线了，不过呢，究竟现在还是不太方便行走。卢秀燕讲，家己虽然是当也乖啊行路，但是未来2-3个月部分的行程可能嘛是要麻烦副市长。请假1礼拜外，上班第1天就批评中央统筹分配款无公平，认为伫6都当中，台中毋那是人口数第2悬，每一档阁向中央纳1600多亿的税，但是分配款不如第1名的台北市524亿外，嘛输第2名高雄市451亿，只有358亿。台中是最委屈了，因为我们是全国第2大都，可是我们的统筹分配款或是所有的各项补助款是6都第4。卢秀燕建议中央应该把统筹分配款的总金额增加，依照管区纳税能力，还有人口数来分配。参照国外经验，上少嘛要分配到国家收税1半。以台中来讲，至少嘛要摕到800亿到900亿左右，地方政府才会当好做代志。